等一下，苏墨婷呢？怎么又睡着了？天地星，地普星，福德公公，不，土地正神，这里是哪里呀？地血，有地血！糟糕，要坠机了！救援啊！快呼叫救援！这画风不对呀，难道是你手滑点错了？你想看的是《汉化日记》对吧？就是那个没什么主线，也没什么大场面，连主题曲也舍不得换的日常小动画《汉化日记》，对吧？这画风不对呀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你没事吧？快去救！你快去看看，还有谁需要帮忙？喂，你醒醒啊！谁帮忙就打个120和129啊！我没带手机。天机星！福德大人，让我去救婷哥回来吧。他只是个普通人，穿越到婷姐的世界太危险了。我也愿意同前往。别急，急有什么用？喂，把电话给我，我骂死他！小福啊，听说我女儿被你弄丢了。二老别急，现在急也没有用，这件事我会亲自负责。娘子，我娘子是不是穿越了？谁是你娘子？连你也来捣乱！我都说了，这件事我会亲自负责，光着急有什么用？啊！福德大人，没有锚点，算起来范围太大了。所以呢？所以还没找到。那停下来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失态了。他们在找什么呀？通往那个平行世界的虫洞坐标。你们是来帮忙的吗？什么情况啊？又是这些讨厌的人类！别玩了，根据消息，那个家伙就在这艘船上，最好能在神族援兵赶来之前找到他。分道长，其他神族呢？不用留活口。这个世界太危险了！求！王八
救什么呀，大哥？我只会搞笑而已。在你们这种世界，想活下来都难，怎么救啊？一个想帮助神族的人类，新鲜。我是新来的，大家都不熟，不如把我当个广告放了。广告是什么？已经被吓得胡言乱语了吗？哼，杀了你也算是帮你解脱了，很快你不会有痛苦的。哎，你回来了。为什么恶龙会保护一个人类？这个人，他不是普通的人类。什么？他是苏莫廷。那个传说中的天选之人。既然是天选之人，我自然会倾尽全力营救。只要算出坐标，就用之前的坐标不行吗？虫洞一旦在4维空间中展开，3维空间的坐标就会坍塌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没办法把人准确传送到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地方，只能寻找相近的坐标。又没有人超罚单，随便挪个几米就行了呀。你太小看穿越了吧！宇宙万物，小到粒子，大到星系，无时不刻都在相互运动。你在地上只挪了1米，但还要加上星球的自转、公转、星系的旋转。你和平行宇宙之间的坐标很可能是以光速在变化。没有锚点作为辅助，你知道这需要多大的计算量吗？任何一点小差错都可能让你消失在虚空中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虽说田哥是天选之人，可仙灵与妖力完美抵消了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田哥现在一定很害怕吧？你们不过如此嘛！不愧是天选之人，竟然能驯服恶龙。是他救了我，他站在我们这一边。苏莫廷是帮我们的，太好了。去，报告给王大人。啊！糟了，是妖族的将军！可恶，我们的援军还没有到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上，把他们全部给我打趴下！拜托你，一定要救出那位大人。啊？谁啊？嗯。居然1招就把恶龙制服了，太强了吧！这只幼龙的毛色看起来真是让人不愉快，像个叛徒。哼，还挺好斗。来人，把他带回去，和我养的玄武关在一起，看看他能活多久。4大妖王之首的幽将军，终于见面了，苏莫廷。这些年那个叛徒把你藏得够好的呀！就算是在这个世界，还是一样的恶心呀！一只蟑螂而已，手下败将有什么好嚣张的？婷姐的传送门是怎么算出来的？他收集的那个东西就可以起到锚点的作用，每找到一个，很快就可以知道下一个的坐标。哦，就是田哥没用就给了他的那个东西吧？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闭嘴！他在搜集的是主角光环。主角光环呐！田哥连问都没问就把自己的主角光环给别人了呀！这就意味着，现在的苏莫廷没有被任何的光环庇护。
打不动。这，就是获得了力量之环的天选之人所发出的攻击。据传说，世上一共有10个光环，散落在不同的平行宇宙。每个光环的能力不同，只有天选之人才能激活。苏莫廷的光环一直没有被激活，所以他一直是个普通人。不对，他每次打我都是一拳就能解决战斗。我们这个世界的规矩，普通人都可以打蟑螂。哦，那庭界世界的规矩，弱肉强食，胜者为王。10000年的时间里，神族和妖族之间从未有过和平，战争在人类的大地上从未停止。可恶！怎么还是找不到激情的坐标？你之前说，那些散落在平行宇宙中的主角光环可以作为锚点，还有什么可以作为锚点？理论上说来，只要是从我们这边带过去的，带点仙力或者妖力的都行。可惜廷哥的仙力和妖力完美抵消了呀。那这种东西呢？这是你之前送给……一直听你的传说，哼，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现在轮到我了。很好，只要有这个锚点在，马上就可以。找到了！赶上了！2个笨蛋！马红，传送门的能量还不稳定啊！我们一定要救你回来。廷哥，我们来啦！天启，地魁，如果你接不住这一拳，我就将成为打败了天选之人的妖怪，可谓是最强的。这是什么感觉？好像充满了力量呢。破碎的、黑洞彷徨的、是种红色的天空，谁的梦？冲动的、英雄从容的进攻，我机关长虹绝不松。玩世不恭的人都在下蛊，贪婪的赌徒都误入歧途，躺平就看不见前面的路，去追光都别怕输。一遍一遍跳跃这时间，反反复复看不见终点，哪怕失败，哪怕改变。
力量。终于等到你了呀！这才是主角该有的样